香港人真係好勤力，我喺商會入邊真係見到好多，但並唔係每個勤奮嘅創業家都一定成功。事實上，我更多見到就係好多創業嘅人根本唔係夠努力，而係一開始冇深思熟慮，行錯路，踩晒所有無謂嘅氹，白白浪費時間同埋精力。佢哋好多時都會用戰術上嘅勤奮掩蓋戰略上面嘅懶惰。咩意思呢？我喺度同大家分享下。首先，一定要跳出低價市場嘅死循環。好多人話要薄利多銷，所以就死啃低價走量嘅生意。但係低收入嘅人群對價格超敏感，消費力本身就弱。就算你搏命壓低成本，捱生捱死衝銷量，利用最後都係薄到離譜。而且好多人都認同低價場嘅客戶其實比高價市場客戶更加難伺候，少少事就會同你不斷拉扯糾纏，耗費你嘅時間同埋精力，長期踎喺低價嘅賽道，你只會越做越攰，格局越做越細，最後將自己困死，完全冇上升嘅空間。我喺商會所見，成功嘅生意人絕大部分係服務高淨值嘅人群，呢個唔係歧視，係商業最真實嘅規則。高收入、高認知嘅人得分別價值同埋品質，唔會糾結喺幾蚊雞嘅差價，願意為體驗同埋服務埋單。服務呢班人利潤夠厚，輕鬆賺錢之餘，仲可以不斷提升自己嘅商業眼界同埋圈層，真正做到向上破圈。所以創業最忌就係做盲頭烏蠅亂咁做，唔研究市場，唔分析客戶需求，唔打磨商業模式，你再辛苦都係無用功。比起死做爛做，深度思考咧就係創業嘅核心本事。匯入復盤賽道，優化模式，揾準需求，咁先至可以做得好，做得耐。仲有就係一定要及時止損，遠離所有內耗。創業路上咧總會遇上千奇百怪、令人好難理解嘅人同埋事，千祈唔好同啲爛人爛事糾纏，為咗一時之氣激親自己，耽誤大事係最蠢嘅做法。聰明嘅創業者會將所有嘅精力留翻俾可以變現、可以成長嘅事。記住，揀對賽道，揾啱風口，揾啱方向，配合好嘅商業模式，先可以事半功倍。再配上優質圈子同埋超強執行力，先至可以真正將生意做穩、做大、做強。我係 Anthony Liu，香港 BNI 高級董事顧問，關注我，同你傾多啲創業同埋人物心法。